去河里抓条鱼，回来做个烤全鱼。哇，好大一条鱼啊！哎，啊，醒醒！来，起来！你衣服呢？靠！都要杀了我，还管我穿没穿衣服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为了躲避刺客，才落入水中的。这么说，是刺客赢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